最近有眼尖嘅媒體發現，郭晶晶同霍啟剛一家喺清明節之後出街嘅頻率同模式似乎發生咗微妙嘅變化。以往佢哋一家總係成日出現喺霍家喺淺水灣嘅豪華別墅附近，嗰座別墅好似一座城堡，周邊環境靚，保安又嚴密，係霍家財富同地位嘅象徵。但清明節之後，由狗仔隊多次拍到郭晶晶獨自帶住小朋友去到一啲比較普通嘅屋邨附近，佢神情專注，好似揾緊啲咩，小朋友都乖巧地跟喺身邊。呢一幕同佢哋以往喺大豪宅出入嘅場景形成咗鮮明封比。同時，霍啟剛就被拍到獨自開車去到霍家嘅商業中心，神情匆匆，同平時同郭晶晶一齊出街時嘅輕鬆愉快截然唔同。呢啲細微嘅變化，就好似投落平靜湖面嘅石頭，激起咗層層漣漪，令外界開始紛紛猜測，呢封模範夫婦之間究竟發生咗咩事？就喺外界猜測越嚟越盛嘅時候，一條更加驚人嘅消息，好似野火咁迅速轉開。郭晶晶竟然要帶住小朋友搬離霍家大豪宅，呢個消息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瞬間喺香港社會引起咗軒然大波。要知道，霍家嘅大豪宅唔單止係奢華嘅居所，更係霍家家族地位同財富嘅象徵。郭晶晶自嫁入霍家以嚟，一直住喺呢座大豪宅入面，而家突然傳出要搬走嘅消息，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一時間，各種猜測同傳聞越嚟越盛，有人話係因為郭晶晶同霍家其他成員之間產生咗矛盾，再都唔能夠繼續相處；亦有人話係郭晶晶想俾小朋友一個更加普通、自由嘅成長環境，所以決定搬離大豪宅。甚至仲有人猜測，呢個係郭晶晶同霍啟剛婚姻出現危機嘅信號。搬離大豪宅只係佢哋婚姻破裂嘅前奏。隨住消息不斷發酵，一啲所謂內部人士開始紛紛跳出來爆料。一位自稱係霍家傭人嘅知情人士透露，其實郭晶晶同霍啟剛之間早就出現咗問題，只係佢哋一直都在努力維持表面嘅和諧。最近一段時間，兩人之間嘅爭吵越來越頻繁。有時甚至會當住小朋友面前大吵大鬧。郭晶晶覺得霍家嘅生活太壓抑，佢想追求自己嘅生活，而霍啟剛則希望佢繼續留喺霍家，扮好豪門闊太嘅角色。兩人之間嘅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導致咗郭晶晶做出搬離大豪宅嘅決定。呢位傭人嘅爆料就好似火上澆油，令外界嘅猜測更加瘋狂。另一位自稱同霍家有生意往來嘅商人亦透露，霍家內部最近確實唔太平靜。郭晶晶喺霍家嘅地位一直比較特別，佢雖然係霍啟剛嘅老婆，但在霍家嘅商業決策中並冇太多話語權。最近霍家有啲重要商業項目正進行，郭晶晶似乎想參與其中，但卻遭到了霍家其他成員嘅反對。呢個可能亦係佢同霍家產生矛盾嘅原因之一。呢位商人的爆料更加將郭晶晶同霍家嘅矛盾推到風口浪尖，令大家封郭晶晶喺霍家嘅境況有咗更多猜測。面對外界嘅種種猜測同傳聞，郭晶晶同霍啟剛始終保持沉默，冇做任何回應。呢種沉默更加劇咗外界嘅好奇心同猜測欲，各種版本嘅傳聞層出不窮。有人話郭晶晶已經揾好咗新住處，係一間位於香港半山嘅普通公寓，雖然比唔上霍家嘅大豪宅奢華，但係更加安靜舒適。亦有人話郭晶晶正考慮帶住小朋友移民海外，遠離霍家嘅是非紛爭。呢啲傳聞就好似無形嘅觸手，緊緊揪住每一個關注呢件事嘅人嘅心。就喺大家都以為郭晶晶同霍啟剛會繼續保持沉默，讓呢場風波自行平息嘅時候，霍啟剛終於忍不住咗。佢喺一次商業活動入面，面對媒體嘅圍追堵截，終於開口回應咗呢件事。
見到佢神情疲憊，眼中布滿血絲，明顯呢段時間承受咗巨大壓力。佢聲音略帶緊熱講：其實郭晶晶要搬離大豪宅呢件事，封我哋全家嚟講都係一個巨大打擊。我哋結婚13年嚟，一直相互扶持，共同面對生活入面嘅種種挑戰。但最近，我哋確實遇到咗啲問題。呢啲問題唔單止係家庭內部嘅矛盾，仲涉及到一啲外部因素。霍啟剛嘅呢番話就好似打開咗潘多拉嘅盒子，令外界更加好奇佢哋究竟遇到咗咩問題。佢接住講：郭晶晶係一個非常獨立、有主見嘅女性。佢嫁入霍家後，一直努力適應豪門嘅生活，同時亦保持住自己嘅本色。佢勤儉節約，熱心公益，為霍家贏咗好多好評。但豪門嘅生活唔似外界想象咁簡單，其中有很多複雜嘅利益關係同家族規矩。郭晶晶喺某啲方面同霍家嘅傳統觀念產生咗衝突，我哋一直努力溝通同協調，但效果唔理想。當被問到具體係咩衝突時，霍啟剛猶豫咗下，然後緩緩講：其實主要係關於小朋友嘅教育問題。郭晶晶希望小朋友能夠喺一個普通、自由嘅環境入面成長，接受多元化嘅教育，培養獨立自主嘅能力。但霍家嘅一啲長輩則希望小朋友能夠接受傳統嘅豪門教育，按照家族嘅規劃一步步成長。呢種分歧令我哋夫妻之間產生咗好多矛盾同爭吵，亦令郭晶晶感到非常壓抑同無奈。霍啟剛嘅呢番話令外界封郭晶晶搬離大豪宅嘅原因有咗更加清晰嘅認識。原來一切皆係為了小朋友嘅教育問題。但事情真係咁簡單嗎？就喺大家都以為真相已經大白嘅時候，又有新爆料出現咗。一位自稱係霍家遠房親戚嘅人透露，其實郭晶晶搬離大豪宅唔單止係因為小朋友嘅教育問題，仲有一個重要原因，就係佢喺霍家嘅地位受到咗挑戰。近年來，霍家嘅商業版圖不斷擴大，家族入面嘅權力鬥爭亦越來越激烈。郭晶晶雖然嫁入霍家多年，但在霍家嘅商業決策中並冇太多話語權。最近，霍家有啲重要商業項目正進行，郭晶晶想參與其中，提升自己喺霍家嘅地位，但卻遭到了霍家其他成員嘅反對同排擠。佢覺得自己喺呢個家族入面越來越孤單無援，所以決定搬離大豪宅，以示抗議。呢位遠房親戚嘅爆料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同撲朔迷離。如果真係咁郭晶晶同霍家嘅矛盾就唔單止係家庭內部嘅矛盾，仲涉及家族權力嘅鬥爭。呢個令大家封郭晶晶喺霍家嘅境況更加擔心。同時，一啲媒體亦開始深入挖掘郭晶晶喺霍家嘅過去經歷，試圖揾多啲關於呢場風波嘅線索。有媒體翻出咗郭晶晶剛嫁入霍家時嘅相片同報道，當時嘅郭晶晶面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同霍啟剛手牽手走進霍家大門，好似整個世界都喺為佢哋祝福。婚後，郭晶晶迅速適應咗豪門嘅生活，佢勤儉節約，唔追求奢華嘅物質享受，經常俾拍到穿住樸素嘅衫去逛超市、菜市場。佢仲熱心公益事業，積極參與各種慈善活動，為霍家樹立咗良好嘅形象。然而，隨住時間過去，一啲細微嘅變化開始出現。有媒體發現，郭晶晶喺霍家嘅一些重要活動入面出現嘅次數越來越少，同霍家其他成員嘅互動亦越來越少。呢啲變化喺當時冇引起太多人注意，但而家睇落，似乎預示住今日呢場風波嘅到來。就喺外界封郭晶晶同霍啟剛嘅婚姻狀況議論紛紛嘅時候，郭晶晶終於打破咗沉默。佢喺自己社交媒體上發咗一篇長文，回應咗近期嘅一系列傳聞。文中，
佢首先感謝咗大家封佢嘅關心同關注，然後講：最近關於我同霍啟剛以及霍家嘅傳聞越來越多，呢啲傳聞有啲係真實嘅，有啲則係無中生有。我想藉住呢個機會向大家說明一下情況。郭晶晶喺文中承認，佢同霍啟剛確實喺小朋友嘅教育問題上存在啲分歧，但呢並唔係佢哋婚姻出現問題嘅主要原因。佢講：我哋都好愛我哋嘅小朋友，都希望佢哋能夠健康開心地成長，只係喺教育方式上，我哋有啲唔同嘅看法，但呢點唔影響我哋之間嘅感情。我哋一直努力溝通同協調，揾一個最適合小朋友嘅教育方案。對於搬離大豪宅嘅決定，郭晶晶解釋說：呢個唔係我一時衝動嘅決定，而係經過深思熟慮嘅。我覺得小朋友需要一個更加普通、自由嘅環境來成長。大豪宅雖然奢華，但係缺乏生活氣息。我希望小朋友能夠好似普通小朋友一樣，在街頭看美玩，感受生活嘅美好。所以我決定帶住小朋友搬到一個更加適合佢哋成長嘅地方。關於喺霍家地位受到挑戰嘅傳聞，郭晶晶則堅決否認。佢講：我介入霍家以嚟，一直得到霍家上下嘅一致認可同尊重。霍家嘅長輩封我好好，霍啟剛亦一直支持我、愛護我。我喺霍家冇感到任何嘅唔舒服同壓力，亦冇所謂地位受到挑戰嘅講法。我參與霍家嘅商業活動，只係出於封家族事業嘅支持同熱愛，並冇其他目的。郭晶晶嘅呢篇長文就好似一粒定心丸，令外界嘅猜測同傳聞稍微平息咗啲。但事情真係就此結束咗嗎？就喺大家都以為呢場風波會逐漸平息嘅時候，霍啟剛嘅父親霍震霆卻突然站咗出嚟。佢喺一次公開活動入面，面對媒體嘅提問，表情嚴肅講：郭晶晶係我哋霍家嘅好媳婦，佢為霍家做了好多貢獻，我哋全家都好愛佢，亦好支持佢嘅決定。關於佢同啟剛之間嘅啲問題，我哋已經喺積極溝通同解決，希望大家唔好過度猜測同傳播唔實資訊。霍震霆嘅呢番話雖然簡短，但係透露出好多資訊。佢明確表示支持郭晶晶嘅決定，呢個說明霍家內部對於郭晶晶搬離大豪宅嘅事已經達成咗一定嘅共識。同時，佢亦呼籲外界唔好過度猜測同傳播唔實資訊，呢個似乎暗示住呢場風波背後仲有啲唔為人知嘅秘密。霍家唔想呢啲秘密俾外界知道。隨住霍震霆嘅表態，呢場風波似乎逐漸平息咗下來。但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呢場風波背後隱藏住好多值得深思嘅問題。首先，豪門生活真係好似外界想象咁美好嗎？郭晶晶作為曾經嘅跳水皇后，嫁入霍家後，雖然享受到奢華嘅物質生活，但亦面對住巨大嘅壓力同挑戰。佢需要喺豪門嘅規矩同傳統觀念入面揾自己嘅位置，同時仲要應付家族入面嘅權力鬥爭同利益紛爭。對於一個習慣咗簡單生活嘅運動員嚟講，無疑係一個巨大嘅考驗。其次，小朋友嘅教育問題喺豪門家庭入面究竟有幾重要？郭晶晶同霍啟剛喺小朋友教育問題上嘅分歧，反映咗豪門家庭喺教育觀念上嘅差異。一方面，豪門家庭希望小朋友能夠接受傳統嘅豪門教育，按照家族嘅規劃一步步成長，繼承家族嘅事業同財富。另一方面，好似郭晶晶咁樣嘅現代女性則希望小朋友能夠喺一個普通、自由嘅環境入面成長，接受多元化嘅教育，培養獨立自主嘅能力。呢種分歧唔單止存在喺郭晶晶同霍啟剛之間，亦存在喺好多豪門家庭入面。點樣平衡傳統教育觀念同現代教育理念，
係豪門家庭需要面對嘅一個重要問題。最後，媒體喺報道豪門新聞時，應該承擔點樣嘅責任？呢場風波入面，媒體起了推波助瀾嘅作用。一啲媒體為咗吸引眼球，不惜誇大事實，傳播唔實資訊，俾郭晶晶同霍啟剛一家帶來咗很大困擾。媒體作為資訊嘅傳播者，應該秉持客觀、公正、真實嘅原則，尊重他人嘅私隱同權益，而不是為咗追求點擊率同關注度而不擇手段。而家郭晶晶已經帶住小朋友搬離咗霍家大豪宅，開始咗新嘅生活。佢同霍啟剛嘅婚姻真係如佢哋所講咁堅如磐石，還是背後仲隱藏住更多秘密？我哋唔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嘅是，呢場風波已經俾香港豪門圈同娛樂圈留下咗深刻嘅印記，亦令大家瘋豪門生活有咗更加深刻嘅認識同思考。喺未來嘅日子，我哋期待郭晶晶同霍啟剛能夠繼續攜手前行，共同面對生活入面嘅種種挑戰，為小朋友創造一個幸福美滿嘅家庭環境。同時，我哋亦希望媒體能夠更加理性地報道豪門新聞，俾公眾一個真實、客觀嘅資訊環境。呢場牽動全港嘅豪門大戲，或許暫時落咗幕，但佢所帶來嘅影響，卻會長久地留在大家心中。